日过来是关会来赏龙虾，民众是热烈来响应。台中的关会中心甲一间长照机构，伫咧婚林举办关会活动，只要关会250cc，就会当领一尾波士顿的龙虾，关500cc 就会当领2尾。这招应效哦，关会人有够多哦，阁有人是甲朋友招团做伙来关会。 现场人有够多，工作人员是有够无闲，这毋是啥物特别会，是关会活动的现场。啊，是安怎反应的遮热烈？因为这摆关会奖品是这项。哦，来。活跳跳的波士顿龙虾，就是这摆关会奖品，关250cc 有一只，500cc 有2只。袂少人是专工赶到现场来，也有人是招团做伙来参加关会。 蛮特别的，我就丢给他们说，那要不要一起来捐血这样？然后差不多6点多就从台中出发过来。这龙虾非常新鲜啊，非常特别，所以特别来参加一下。提供奖品的是婚林一间长照机构，因这摆甲台中的关会中心合作，为了鼓励大家参加，才会准备龙虾做奖品。120只左右，对不对？还有如果不够，我们有缺领券，比如说4加1，一只现在要899，本公司的主任刚好今天生日。 所以我们想说，主任说要送好一点给大家。这一人来关会中心的人是加正无闲嘛，希望讲毫无够的 O 型会会使补充到安全的范围。O 型现在大概都维持2到3天，像今天 O 型也只有3.6天。关会中心的人讲，各地 O 型的会普遍拢无够，特别是伫高雄，即包括 A 型、B 型甲 AB 型的会，拢剩较无4天。希望讲各地乡亲会使踊跃关会救人一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